今天，讓我們選擇一個每個人在人生經歷中都會遇到的特殊話題：命運與自由意志。我們對自由意志和命運的理解是，我們在生活中會從事各種活動。我們為什麼要進行這些活動呢？在動機的誘使下，我們開展了許多活動，目的是為了取得成果。然而，令人驚訝的是，有些活動會產生結果，而有些活動卻不會。換句話說，我能取得成果或實現願望嗎？是否有某種無形的力量在控制着我們的努力？全是一個人可以憑借自己的意志力完成任何事情，因為有些人無論做多少嘗試，最終都會發現自己的努力沒有結果。這就會讓人產生挫敗感。自問，為什麼這股無形的力量不能滿足人們的願望？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？很多時候，儘管人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船是不得不成為自己悲慘遭遇的無助旁觀者。成為或不成為，莎士比亞徽劇《哈姆雷特》中永恆的對話，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。一個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反思，該怎麼辦？前進船是後退。有人怎麼說？一切都是自我努力，一切都是自我努力，沒有命運，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。也有人認為，我們可以實現任何事情。然而，通常情況下，那些談論自我努力和一切都在我們掌控之中的人，通常都是那些已經取得成功的人。一般來說，成功者的言論都會成為聖經，他們所說的一切都被世人所接受。成功的故事對每個人都有重大影響，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成為戒律。但是，一個人的命運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？是否一切都是注定的？在這個世界上，每個人的人生背後是否都有一個劇本？那個為每個人編寫劇本的人，是否就是上帝？那麼，沒有人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。我們是否應該深入分析一下？事實上，當今整個世界都相信一件事：因果報應。除了因果報應，什麼都沒有。因果報應就是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如果你做了好事，好事就會回到你身上，這就是因果報應的原理。同樣，當我們分析財務帳目時，每一個借方都有一個貸方，這是一個複式記帳的世界。人的吸氣和呼氣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整個世界就像一個複式簿記系統，支配着整個生命。因此，每個人最終都要經歷善行的善果和惡行的惡果。儘管有這樣的因果報應原則，儘管每個人都在努力，但仍可能無法獲得成功。有什麼原因嗎？為什麼我們的祈禱得不到回應？無論我們採用多少不同的方式、方法和手段，是否存在某種主宰人類的命運？人類只是命運的傀儡嗎？人能改變這種現象嗎？一個人怎樣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？
關於這個問題，印度有一個驚人的解釋。故事講述了兩個人之間的對話，一個是神的化身斯里羅摩，另一個是他的師父，他的導師雅西斯塔。在一個特殊的時刻，斯里拉瑪問他的導師雅西斯塔：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，或者一個人的一生是由命運注定的，那麼為什麼一個人要受任何義務的約束，讓他不可改變的命運決定一切？如果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，那麼任何人都不需要履行義務。雅西斯塔回答羅摩說：羅摩，你說的確實沒錯。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，那麼人為什麼要在生活中掙扎呢？讓我們向生活投降吧，不管是好是壞。既然如此，船需要怎麼特別的努力嚟克服痛苦嗎？然而，每個人都必須明白兩個關鍵點：其一是你過去的行為或業，其二是你現在的行為或業。在這兩種力量之間，過去和現在的力量這場永恆的鬥爭仍在繼續。誰的力量更強大，誰就能最終戰勝誰。這就是因果報應的原理。因此，拉瑪，你當然無法控制過去，但相信你可以控制現在，你可以改善你的現在，比過去的邪惡力量更強大，成為自己命運的設計師。過去在一邊，現在在另一邊，兩者之間的鬥爭持續不斷。這場戰鬥就像兩隻山羊為了超越對方而進行的正面交鋒，誰更強大，誰就最終獲勝。這就是因果法則，每個人都必須經歷這種因果法則。你所做善事的結果將戰勝惡果，這就是為什麼每個人今天都必須行善。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意志推動自我努力，或意志自由，即自由的力量。你的努力將獲得最終的成功，因此這種努力被稱為真正的神聖，真正的上帝。托馬斯·亞爾瓦·愛迪生 （Thomas Alva Edison） 是偉大的傳奇人物。他是一個非凡的人，在他的所有發明中都做出了傑出的努力，使地球上數十億人的生活更加幸福。請點讚、分享和訂閱，謝謝。With CSR